哈利為你誠意推介一個全新嘅曼谷樓花項目，大發展商 AP 最新推出嘅。對曼谷有認識嘅一定認識沙灘區沙灘，就係 BTS 衝浪市附近啦。呢度係外資公司匯集嘅地方，國際銀行、會計師樓、律師行總部嘅集中地。喺呢個繁囂嘅 CBD 入邊，附近有一條街叫做 Lawatiwas。Lawatiwas 呢條街咧係當地人最 enjoy 嘅地方，因為佢夠安靜，但又近翻工啊嘛。今日呢個項目正就喺 Lawatiwas 呢條街，就係 AP 全新推出嘅 Live Sathorn Lawatiwas 22。今次同以往嘅 Live 唔同啦，單位數量就會少好多，而且係一個低密度嘅 low-rise 項目，以度假村嘅形式喺最繁囂嘅 CBD 為大家推出一個全新嘅居住環境。喺呢個項目所圍住嘅街 Lawatiwas 入邊咧，正就係需要一個有格調但係安靜、價錢又唔太貴嘅一個項目。咦，係咪都係我哋香港人需要嘅一個項目呢？嗱，同 AP 以往嘅 Live 一樣，Live Sathorn Lawatiwas 22咧嘅會所配套仍然都係一應俱全，亦都係非常精緻。而且今次咧就更加強調喺低密度同埋寧靜嘅環境入邊，因為目標嘅客戶咧，佢係真正需要一個做得嘢又住得舒適嘅環境。今次嘅賣點咧有幾點嘅，第一就係額外嘅空間，特別注重寧靜嘅2個泳池雙倍嘅放鬆，同埋加闊咗戶型，加強咗實用。嗱，我哋睇下其中一款最受歡迎嘅戶型就係 One Bed Plus 啦。One Bed Plus 咧一向都係喺AP 入邊最受歡迎嘅一個戶型嚟㗎啦。咁今次呢一個嘅 One Bed Plus 嘅戶型咧，就加強咗一個喺睡房加寬工作位置嘅空間。大家可以仔細睇一睇呢個戶型。嗱，呢個咧就係 One Bed Plus 35個 square meter 啦。入到嚟就係廚房嘅面積啦，當然有趟門製造一個密閉嘅廚房空間，乾淨企理。客廳咧今次都幾夠闊㗎。One Bed Plus 當然就多咗一個 function room 嘅位置啦。其實 size 咧足夠你可以加張單人床㗎啦。如果對單身人士嚟講咧，亦都可以變成一個獨立嘅享受空間 ，HiFi 房啊，或者係工作空間都可以。入到睡房嘅位置啦，有足夠嘅儲納空間，而且今次個戶型嘅特色咧，就係喺呢一個位，就係開咗一個咁樣嘅凹位，有廣闊嘅視野，亦都有工作空間。咁今次 Live Sathorn Lawatiwas 22咧係 AP 誠意推出嘅。其實 Lawatiwas 呢條街咧係一條好唔錯嘅街，食肆林立啦。目標嘅客戶咧亦都係以沙灘區嘅中產人士為主，生活配套一應俱全喎。嗱，呢個叫 The Up Ramarth 嘅 shopping mall 咧，要乜食乜，其實距離個項目咧只係幾分鐘嘅步程啫。想了解呢個項目嘅，可以聯絡曼谷買樓123，你嘅泰國旅居優質夥伴。